全国上大的高雄凤山运动园区有不少学生会来这运动。最近有民众发现有真侪鸡狗会困伫咧这，有的佫食酒食薰，乌白蛋本色有安全疑虑。社会局是表示，已经有派人逐工来巡，警方嘛会加强劝导，莫食薰食酒。休寒期间，凤山运动园区有真侪囡仔一透早就来这拍球运动，边仔嘛有民众散步，毋过镜头刷到公园边仔有家友倒伫椅仔食薰，真侪物件拢放伫凉亭，涂骹嘛拢有粪扫，有一寡家长甲民众反映是真困扰。因乌白蛋粪扫就准拄少，有当阵迄酒干啊啥嘿。 若是乌白坑，其实对囡仔来讲嘛是要保的物件嘛，嘛是较危险。伫个安尼踮遐拍伫遐困伫遐，足感官真无好安尼啦。凤山运动园区的管理单位表示，这长期以来拢有家友因伫公园并无犯法，毋过园区逐工拢爱清粪扫，另外园区内是袂当啉酒食薰，若是有违规就会劝导。确实有一寡无啥爱插人的家友，大部分的家友拢会接受劝导。 我才2、3工尔，我别位有所在用到，安全手机啊，阮也袂讲，伊若有人走就去报啊。是讲下早啊，甲下晡，阮会各一间一个时段啊来遮巡吼啊，如果因有违法的行为，啊，阮会甲劝导安尼。 凤山运动园区改建啊，互人合作全国上大的户外运动场所。针对家友的问题，社会局表示，目前定伫运动园区室外家友有示威，已经派人员逐工巡视。若是拄到家友有违规的行为，人员会劝导，警局嘛会加强巡逻，嘛鼓励因接受安置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